新北市新店有民众向环保局通报，讲水沟内底出现红色的废水。警察人员伫排水沟内底向水源道垂线所发现红色的废水是来自一间科技公司违法排放。环保局表示，上当通罚600万。 来到新店统水工业园区，这间互人查到无合法排放废水的科技公司拜六无营业，门口看到蹲一罐垃桶，应该是用完原料送倒转来空桶。车上下晡有民众通报排水沟规条拢红去，新北环保局客查人员穿甲巴装，为大排一路向顶悬追查，必须软过暗坑，爬过障碍物，来到一个正下的巷仔路，总算找到排放垃圾水的所在。真的有呢吼。 警察人员赶紧采样，明显是红色的。伫隔工透早，搁再去工业区一间一间调查，锁定搅拌制造分装、生产印表机墨水的科技公司。处理台顶也看到黄色的染料，内部原来放真侪垃桶。现场警察人员确认是毋是有洗过。做完不同的颜色或者什么，我们还是要洗，或是不同型号的东西。这个动作对对对，所以刚刚有洗吗？对不对？刚刚有洗。 不过，这件代志毋是洗汤啊这么简单，因为这间公司做化工业是水污染列管试验，染色的水袂使想要排放就甲排放。那应该在排放废水前取得排放许可，但是业者并没有，所以未来我们会走这个最终罚款600万跟所谓停工的一个部分。 这间公司是伫个道路无连通，搁歹看到废水排放口的统水工业区，客查人员也是克服树林甲厝的地形限制，软坑行修路才找到。后续业者必须爱得到排放许可证，放流水爱符合标准才会使搁排放。记者综合报道。